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警告站，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4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有一个70多岁乌吉桑，洪指控讲伊伫代替家己的大拿火车头内底骑脚踏车，叫站务警官走动了后，刷起脚动手共拍。昨昏当地议员江志明接受这个乌吉桑的陈情，带10多人去车头，想要当面讲好清楚。那调解的过程是引起争议。即马民进党中央有发文谴责，嘛要甲江志明送评委会处理。江志明昨暗有伫面册会室咧，伊讲伊嘛真无奈，家己公亲变事主。这个70岁阿伯，第一日伊伫咧代替家己大拿火车头，因为伫咧站内骑脚踏车去用走动，怎甲一个查某站务员拍。伊讲伊有小儿麻痹，敢若会当用这种脚踏车来代步。拜日下晡，伊甲当地议员等10外个人，搁转去车头，搁一摆伫咧车头内底骑铁马。而且对这个查某站务员是真无客气，一直到代替报警才才离开。我为只带咧下车，就是要大家较方便嘛吼。你也不可以骑啊！你也看伊这都无法度行，就是代步就是这台脚踏车。打开一下。我们行车重地哈，会影响行车，我必须要顾虑旅客的安全。对。迄当阵一群人想要入去行车室，甲代理站长反映，毋过去用拒绝。因警察嘛有去现场关心，嘛请相关的人士离开。咱是要来甲讲，咱让咱大家人行得方便嘛。民间团体交侦证书互代替，呼吁代替对待新障者应该采取更较人性化的措施。毋过代替产业工会讲，这个站务员已经去用攻击甲恐吓3届啊，而且这个老阿伯并无要坐火车，已经真侪届用这种方式伫遮来去。站务员是依规定改扣坑。尊重大家对于辅具的认知，可是直接去打人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如果他是因为有爱心服务的需求，需要上下车，那我们就有爱心服务的流程。我们那个铁路警察局会加强他的巡逻。民进党籍议员江志明在协助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伊的行为是引起各界的议论。民进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查明身份了后，对江志明不当的行为是大力谴责。嘛，请家己县党部随做调查，而且移送评委会来处理。因为江志明伫今仔日透早发文表示，伊无应该互已经有纠纷的双方伫咧紧张的关系之下，搁一届来见面，搁再造成伤害。应该爱搁较有智慧甲专业来处理各种真正的案件。嘛，甲代替大拿的站务员，也搁有所有受牵连的人员回室咧。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家己，这是家己县水上分局昨昏发生一件夺关逃走的事件。警方甲手铐开开，要互这个嫌犯食饭，想袂到伊趁机会全选去，佮走入去一间人家厝偷摕物件，驶走一只面猪。警方目前当在抓人。这个雄雄出现伫监视器内底，穿黄衫姓詹的通缉犯，伊秘伫电火条附近，袂输咧甲警察咧秘相找。原来是13的时阵，伊去互警察抓去派出所。那像因为牵连毒品的案件，伫做笔录的时阵，嫌犯竟然趁浪旁逃走。曾姓犯嫌趁员警提供中餐便当、解下手铐之际，趁机乘隙逃跑。员警发现后立即追捕。这个嫌犯为警察队的后壁门逃走了后，是进无步退无路，为着要避警察，抓走入去附近的人家厝内底，还佫偷摕金仔甲钱。迄当阵厝内是还有人伫哩。是惊一个拢唔敢出声。我是人躲在他后面，我不敢出声音，我怕我会被吓死，我就躲在角落，我不敢让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出来，我才追出来的时候，我想要抓住他，他就赶快往那边跑了。嫌犯甲人家厝的车头砍去了后逃走。尾手警方伫中部乡甲公馆甲界所在找到这架车，不过嫌犯已经走到无看人，警方嘛随展开搜查。本案介入员警将依规定议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并依刑法输送人犯罪嫌送办。车受损重，钱去用偷摕，住伫这间人家厝的人是真无奈，嘛烦恼的无地讨赔偿。水上分局除了召开检讨会议，加强要求警察都要落实3案的原则，相关的人员嘛按规定来追究责任。
记者综合报道。伊若柬埔寨警方进前是抓到一个姓詹的台湾人，嘛查到伊有18公斤的毒品，伊涉嫌伫当地卖毒。正是表示这个嫌犯是新竹市政府进前的员工。咱外交部有回应讲，专案即马柬埔寨已经在审理。另外，伫菲律宾的移民局，伊嘛抓到一个台湾人，伫台湾有涉嫌诈骗，伊伫菲律宾要换签证的时，互菲律宾赶出境。警方拆开清点，台面所扣的物品为茶米、果汁随身包、黄色的包裹，内底的白粉全部互人发现是 K 他命。柬埔寨执法机关进行破获这件案件，抓到台湾籍姓詹的查甫人涉嫌伫当地卖毒，即马佫押出嫌犯较早是新竹市政府的前员工。他就是清洁队员而已。离职，他是自愿离职的。我们是有印象，应该是他没有错因为已经离职2年多，是有比以前胖非常多。官方这个行动派出警力2人，伫嫌犯金边主体抢出毒品，重量有18公斤。新竹市环保局证实，涉案姓詹的查甫人捌担任清洁队员，不过已经离职真侪年。咱外交部回应，专案由检局家己查到的，已经由当地法院伫审理，会持续掌握提供必要的协助。外看菲律宾当地移民局公布3个互人逮捕的嫌犯，中这个查甫人嘛是台湾来的，51岁，伊伫台湾牵涉到诈骗。2020年时阵，就互菲律宾移民局列作无受欢迎的外侨，即个为换发护照，互移民官查来下令赶出境。菲律宾移民局查获一名台湾籍人士涉嫌诈骗并逮捕，目前关押在该局收容所，住处将持续掌握本案进展，并配合菲国方面处理后续遣送回台事宜。个人走去海外做歹代志，伫柬埔寨1年顶个小林山有人互查到，牵涉到卖毒做诈骗，敢若今年以来上少发生5件，叫人抓到有100多人，犯罪所在地以东南亚上济。那现在东南亚国家就像30-40年前的台湾警察一样，警察人员的价值体系是跟他们的政府的主流的体系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下面的执法人员他就是要钱啊。贪污很严重啊！学者分析，台湾人犯罪行为为国内转往国外，除了上阵台湾跨国查缉困难，甲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治关系无真歹，即嘛甲当地贪污流行、查缉犯罪的能力有限，也甲咱国执法变严，这拢有真大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年第6号的轻度风台山神，伫昨8点的时，即马已经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也若伫昨下晡2点，又形成一个新的风台，是今年第8号的风台悟空。目前是行向北北西，有增强的趋势，有限。咱来看云图。咱是受低压带影响，今仔日各地云拢会较高，天气嘛较无稳定。过到了后，各地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若山区雨会落较明显，有的所在有可能会落到黑暗。今仔日的高温普遍是伫32度至34度，也若伫无落雨的时，嘛是会共款感觉较翕较热。若是乡亲有要伫户外，爱会记得加啉水，嘛爱有风热伤害。来关心今年第7号的风台安比，昨透早已经形成啊，目前是轻度的风台，也毋过呢，上紧伫下暗就增强做中度的风台。这个风台伫拜6礼拜会上挖进日本的关东地区，所以嘛要提醒乡亲有准备要去日本，就要特别注意。也若拜4对明仔开始，低压带挖进咱台湾，中南部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这个拜6礼拜，咱全台湾拢会落雨，也若中南部有可能会上大雨。全台湾中昼进前翕过热，中昼过了对流旺盛的天气形态，又搁再连续2天。自拜4开始，伫咧低压带挖过台湾，西南风、面风的中南部地区天气开始无稳定。到拜6，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周末到下星期之初，中南部的降雨是整天性的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性大雨。如果对流更旺盛一些，就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其他各地降雨时间也不会只有在中午以后，但其他各地中午以后也会有明显的像局部性大雨，甚至局部性豪雨发生。民间的气象公司分析，受到中国低压带建立，南海到台湾的西南季风搁再度增强。自拜4开始，中南部沿海开始会降雨。落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前几天。另外，今年第7号风台安比伫拜2透早形成了，以1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北平的方向所震动，强度抑搁伫咧继续增强。
无排除伫咧瓦郡日本关东地区时阵会变做中度风台。目前比较有可能是在关东的近海这个地方掠过。那因为它距离日本关东还蛮近的哦，所以很容易就有机会影响到东京这一带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前往关东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在16到17号这2天。天气分析师提醒讲，伫最近若要去日本东部的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甲航班的资讯。而目前除了安倍风台以外，伫日本东方海面上的流来性低气压 TD9 也可能发展成为风台，有7个路线会继续向北东的方向所震动，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凯比风台过线，即马国内类鼻疽的疫情是大爆发。顶礼拜，阁新增加19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死亡，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史。其中伫台南的死亡个案，80多岁的女性，发病当天送病院就不幸过往。疾管署即马提醒讲，到8月底进前，拢是类鼻疽疫情关键期，总病例数有可能会超过2005年的42例。凯米风台过后，国内类鼻疽疫情正紧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19例本土类鼻疽病例，其中3例死亡，分别是高雄市1例、台南市2例。台南市89岁的女性死亡个案登记在床，7月29照护人员发现伊真喘，费用偏低送医。毋过到病院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伫基层检验出类鼻疽确诊。7月29号出现低血压、血氧低、呼吸急促，至急诊就医。当日亦不幸往生，因血液检查发现类鼻疽杆菌通报，并研判确诊。疾管署表示，即摆强风大雨，予中南部冲出土内底类鼻疽杆菌，伫地面搁较会传播，而且常常是数级性感染。爱注的是，今年县市分布，毋但是高雄、台南，就连台中家己也有个案，无排除总病例数超过2005年，害同风台42例。上周台中市这边也有新增2例哈，显示说这次台风所影响的这个降雨跟淹水的范围都比以前来的多，所以我们在后看到这个有类鼻疽个案新增的，不管数字或者是区域也都比过去来的大。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国内已经有37例本土类鼻疽病例，是自2006年以来降期上悬。不过风台过后已经3礼拜，染患观点已经过。这礼拜确诊数会明显下降，不过医院注意较慢发病就医的个案，8月底进前，医院可能是增加病例的关键期。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根据一份调查，咱台湾充电条的发展是对立着电动车的发展。充电条的甲电动车即马比例差真济，家用的充电条是贵松松。调查嘛显示讲，目前咱台湾的电动车和充电条的比例是要换40:1，要到后面是建议讲应该是10:1，咱是输添添。来看自由时报，南韩金融监督院讲，南韩国内有4000万户咧使用的行动支付 Kakao， 在无经过用户同意之下，因的个人信用资料即马拢转予中国的支付宝。目前南韩的政府打算要进行处罚。来看联合报，北农果菜批发绩效会显示讲，最近这20年来，咱菜市的绩效拢是起的趋势。2003年菜市平均的绩效每公斤只有16.7块，也毋过去年已经起到34.5块。果子平均的绩效嘛，对每公斤22.4块，起到51.3块。亲像是鸡仔，也有番麦、葱仔、芭乐，也有葱头，最近这3年拢是直起。近摆风台扫过了后，造成农业损失，所以菜市果子拢会变较贵。环保团体即摆就指出讲，风台造成短期内菜起价，啊，毋过极端气候对长期来看，其实嘛，互咱的农产品、肉品拢在起价，会当讲是另外一种气候的通货膨胀。所以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咱应该量早做大型的研究来应用。7月底，凯比风台升腾台湾，真侪菜市起价。天气除了造成短期菜价起，环保团体发现极端气候也带动长期的农产品起价。亲像2021年到2023年之间，鱼仔起3.4倍，葱仔起4倍，为首是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气候通货膨胀。极端气候事件的确在推升物价。
而且消费者也担心未来气候通膨会加剧，会影响到大家的荷包。有关于蔬果畜产也好呢，它的一个重大的影响，连带的也影响到我们食物的一个价格，那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的荷包了。环保团体表示，可看天气烧热等等极端气候，唔乃直接致使农产品起价。因为台湾畜牧业用的黄豆、番麦等等饲料，拢是依赖进口，致使各国的极端气候也会互国内的肉品起价。亲像猪肉2021年到2023年，每公斤也起码19块。那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研究，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这个数据的依据，啊，那我们知道它冲击是什么，对我们的风险是什么，那它未来40-50年它的进程会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林渔牧业呢，要能够事先让它变得更具有韧性？学者建议政府要启动详细的大型调查，研究极端气候对国内未来的影响，事先准备好势。亲像若有详细的预测数据，咱就通互咱的农业大先准备改良、设备改善等等，提早应应风台、高温、大水河可患者的威胁。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凯美风台已经过啊，不过即马菜也是真贵，南部菜市供应量甲单也无法度稳定，所以继续嘛也袂落。民众去菜市啊，即马凊彩买几行啊，就要100外块。农会是表示，真济菜即马也咧种，月底应该会当稳定。下晡时啊，高雄内围黄昏市场，侪民众等咧警菜要登去煮暗顿。风台过后，菜价起到即马也未完全落价，亲像小白菜、汤丝仔菜等等，一百拢爱40-50块。买菜民众表示讲，菜市价数确实拢有起，会尽量买起无遮尔济菜。业者嘛讲，风台过后，菜市价数确实起3-4倍。小白菜较贵，然后硬菜较俗，各类菜嘛介贵。会关1倍以上。风台前有啊，它的3倍至3倍啊，至4倍啊。所以这30几年，这道是风害灾害上严重的。高雄主管菜市专区也是这届风台损长真严重的所在。即马真侪产地拢无菜，要等待复经。到搭主管农会干那收成硬菜尔，产地1斤30外块。也若较加饮水小白菜、汤丝仔菜甲油菜，一寡农民是拍算要等到月底才开始种。目前农会收的菜市价少1斤要50块，算是中价。平均啊吼，拢头伫50元上下。啊，空心菜有较俗，空心菜头伫30几块。啊，若要计较平稳呢，到月底这段应该咱的叶菜咧就会渐渐啊生产起来。主任表示讲，菜市伫8月底时阵收成量才会渐渐啊回稳，袂影响到9月开学，下予营养午餐供应。也若菜市价数，估计要1个月时间才会当全部回稳。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即卖因为假消博的风波愈加愈大，会计师团目前不伊强调，伊提供的服务拢是依法来处理的。嘛讲民众党开记者会是挑故意无甲邀请。民众党昨昏有时批评讲，段目前伫迄当时就要承认讲伊是大主大意，无事先通知就甲消博做掉。啊，那郭文哲嘛讲要找律师甲告。也若郭文哲即马牵涉政治现金无老实申报，监察院已经咧查，准讲真正有暗藏的问题，相关的方法100几万。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民进党为要提高会计师段目前，郭文哲强调会找迄时阵经办财务长李文忠甲段目前对峙。郭文哲限制假消风波继续滚价，段目前杂志透过声明反击，强调提供签证服务拢是照法规办理，司法会行家己清白，佮放下是民众党故意无被邀请去杂志记者会，按过民众党佮反击，使我们的整个名誉遭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他坚持还是要发出这样的模糊声明，而不出来具体的说明的话，我们可能也被迫要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单体含控诉段目前有承认伫无知会任何竞争意愿之下擅自调整，将经费底采2000多万，分作到比小部核销，管价包含丝路离欧丁公司。按过民众党是不是出示相关证据？伊表示会进一步讨论，结果进前段目前依然无回应。刚刚目前有讨论说还有哪些人会送公平会吗？让他们发言吧，好不好？
李文忠甲迄时阵竞总总干事黄珊珊会移送中评会处理，民众党中评会主委李伟华表示，会看级别性处理，无时间表。管体牵涉政治现金申报无实在，毋若北检分案侦办，向检察院调出相关政治现金资料，检察院派人查核，强盗若有稳状无定小姐状况，相关应罚120万。若会计师违法，会报请会计师庭改委员会庭改。若发现其他犯罪嫌疑，会照刑事诉讼法移请检察机关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澎湖渔船大进晚800号伫顶个月初，互中国的海警船押去中国，加当已经超过40天。昨早透过前立委林炳坤和澎湖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等人斗3天，即马有4个船员已经互放回来啊。不过说红的船长还阁伫中国爱等待调查清楚了后，才有机会互放回来。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居中协调的澎湖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加前立委林炳坤、澎湖县议会议长陈玉珍等人，陪大进湾88号船长查某囝经过中国厦门船州围头港探视被扣押超过40天的姓洪的船长。不要用刑法用相关的法律去处罚，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处分哦？这样子可能就比较简单化，让他可以早日可以再回来。在协调中国希望，何姓洪船长应早日转去，13早起得到释放的4个船员，陈湘泉等人也去船员交泰所来探视。4等船员甲3印尼籍渔工透过小船转接到海峡中线，由大金湾96号接回澎湖。只有一个是我们在籍的澎湖人，他当然高兴，他说，总算可以回来了。都无容易平安会当平安倒转来，安尼就好啊，代志都圆满啊。澎湖籍渔船大进湾88号顶个月初2伫金门北丁岛附近海峡作业，后中国海警用涉嫌非法掠鱼扣押渔船，船长甲船员等5人。最近金门快艇和西湖钓客连续结束了后，大进湾88号后续处理也成做关注焦点。陆委会表示，陆基4等的船员甲3个渔工平安返来，希望船长甲渔船因早日被放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带议员来咱台湾访问3天，昨昏嘛和咱总统热情的见面。石破茂针对台湾和日本的合作、区域的政策交换意见。也伫同一个时间，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嘛已经来台湾，伊要用实际行动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后一任首相联盟连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苏国日本安全保障机关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13早起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跟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会当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恢复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護伞，守護民主自由的價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强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其实唔那是石破茂一个访问团的成员，拢捌伫咧日本政府部门担任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对国防安全加印太情势拢正了解。另外，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台湾访问。当前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美国加强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期盼美国国会能够早日完成相关立法，解决台美双重课税问题，一起来强化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国众议员史翠克兰表示。访问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将会继续关心中国的侵略行为，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动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的
和平、稳定加繁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先来关心中东即马局势真紧张，真侪国家拢烦恼伊朗会去拍以色列，安尼就会引起中东全面性的战争。所以美国和欧洲真侪国家拢呼吁伊朗唔通用军事来威胁以色列。美国即马嘛派出飞弹舰舰和航空母舰驶去中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下令林肯号航空母舰舰岛群加速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防部佫罕见的公布，早154列舰副巡弋飞弹的核动力潜水舰乔治亚号嘛部署伫中东，想要吓惊伊朗甲真主党的势面真明显。美国国防部声明宣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卫盟友以色列。中东紧张的局势快速升悬，是因为顶个月真主党指挥官苏库尔甲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分别伫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甲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暗杀死亡。伊朗甲真主党拢讲是以色列放条讲要报复，情报显示上近一礼拜就会行动。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his week by Iran and its proxies. That is a U.S. assessment as well as an Israeli assessment. Our assessment matches the Israeli assessment. 国界是烦恼还未平静的加沙冲突，可能会演变成规模更加大的中东战争。拜登总统甲欧洲系盟邦领袖会谈，12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英国首相斯凯尔甲德国的总理肖兹嘛罕见的甲伊朗总统通话沟通。President Biden spoke today with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ngoing efforts to de-escalate tensions and reach a ceasefire and hostage deal in Gaza. 美欧五国嘛呼吁赶紧搁开加沙停火谈判达成协议，袂使搁浪费时间。以色列嘛已经接受美国、卡达甲埃及的邀请，要参加15个加沙和平会谈。不过哈马斯表示已经同意拜登5月底提出的停火计划，希望爱赶紧执行，唔是进行更加一轮的谈判，还是新的提案。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年年底时，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接出现伫媒体，真正阁和 X 平台的执行长马斯克直播对谈。不过川普并无讲什么新的物件，颠倒伊讲的一寡物件，也阁需要去了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另外，民主党的候选人何锦丽，即马是有人甲批评讲，伊论述的能力也无够，甚至讲伊的立场拢互人沙包掌。有媒体就要求伊爱正式接受专访。X 社群平台执行长马斯克12日伫因家己的平台，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讲话。虽然讲一开场就拄到技术的问题，互时间延误要40分，互使用者拢在嗨。不过双方后壁2点外钟的对话是保持真好的气氛。川普佮甲伊方暗杀的过程是讲甲落长。And they were saying, "Sir, you were hit in more than the ear." I said, "Nope, I was hit in the ear. I want to get up. Let me get up." 不过，规场对话，川普对当选了后的执政计划是拢无讲什么新的内容，除了中心要减少政府的监管，佮一直用真无公正的言辞强调讲，伊当选了后就要大规模来驱逐非法的移民。I believe it's over 20 million people came into our country, many coming from jails,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or a bigger version of that is insane asylums. And many are terrorists. 马斯克过去捌公开来反对川普，透过这摆的讲话，伊表示讲，川普强硬的态度对国家安全是真重要。国体山顶放送演前来回实例，讲 X 是受到大规模网络的攻击。外国媒体评论指出讲，这摆的讲话是为了要让前总统川普直接来接触几百万潜在的选民。川普过去捌因为传假消息和 X 平台的更新 Twitter 来封锁笑话，一直到马斯克收购平台了后才解禁。X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假消息乌白传是真严重，和川普正积极在接触媒体和社群平台。临时接得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到日选战3礼拜以来，都唔捌接受媒体的专访，连官网拢无看到详细的证件，包括纽时华邮这老牌媒体拢讲，民主党阵营即马伫非法移民和伊巴问题的政策立场和论述拢无清楚，贺锦丽需要甲民众解释清楚。之前贺锦丽结束密西根州的造势时阵，捌讲上紧爱等1个月后半个月，民主党全大会结束了后，才会来安排访问。公司新闻两眼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欧洲前总理基廷接受访问的时，讲台湾是中国的不动产。
因这个言论引起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批评讲，伊讲话真含糊。基定是搁没登记讲佩洛西伫2022年来台湾访问，险险引起美中军事冲突。佮讲台湾的重要性和柬埔寨辽国差不多。来看美国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官员，伫这礼拜要去中国访问。伫明仔和后日，因伫上海举行美中金融工作小组的会谈，希望要化解两国目前贸易紧张的局势，希望会当保持双方经济关系稳定。继续关心发新社有报讲，印度尼泊尔6月份以来受暴风雨影响，雨季的期间是造大水，引起水崩山。印度7月份到达已经超过230个人死亡，伊那边的国家尼泊尔嘛有超过170人死亡。来关心芭蕾奥运已经煞过啊！咱台湾选手无胜句的金牌林旭廷伫昨昏已经返来台湾。总统赖清德有指示空军派3架 F-16B 战机飞伫飞行机的边仔，机场嘛有启用水门礼来致敬。机场接机的支持者是叉。林旭廷感谢大家和教练的支持，让世界看到咱台湾。另外，行政院即马嘛宣布讲，要恢复去年世锦赛该取消铜牌这奖励，要搁发国共奖和奖金90万予伊。欢迎各位。飞行机就要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16B 的战机伫空中盘飞，欢迎咱芭蕾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这届奥运结束，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创队史第2好的成绩。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廷等真侪国手做伙回来。飞行机一到天机坪，桃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机场内底有几摆迷将来接机，甲现场客甲叉。国手一直下手伫以签名翕相，做啥物拢配合。林旭廷一看到妈妈，两个人就染甲真红。伊感谢大家对这远的所在来，一路替国手来応援。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谢谢林玉婷的坚持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画下完美的句点，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对方叫做台湾查某囝，林旭廷讲伊真公平会当得到这个称号，不过经过头嘛必须要承担更较侪责任。林旭廷未来除了做教育部反霸凌大赛，嘛是文化大学体育系的专任助理教授，传授宝贵的技术和经验。我们很希望透过玉婷和文化大学的合作，我们共同来为我们国家的拳击能够有更多的发挥。本来林旭廷到台湾了后，要登记伊毕业的英国工商第一，但是因为目睭无爽快，加上佫真忝，时差袂调转来，先登去厝休困。妈妈代替伊来感谢师兄的支持。林玉婷，英歌之女。他说，他很坚强，你不用担心我安排他可能就是最喜欢的早餐。我们以前永远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是达成了，那也让其他的选手有一个目标。去年无胜句的世锦赛，林旭廷和国际军总以性别生化指数无正常取消奖牌，所以来行政院会恢复迄当阵互取消的铜牌奖励，发予旭廷国共奖和90万的奖金。8月16日，罗总统会接见咱的芭蕾奥运选手，而且举行英雄 party， 所以来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互国人会当看到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芭蕾奥运煞过啊！法国总统马克宏有特别去接待奥运的团队，感谢团队完成无可能的任务。世界各国的选手和游客对这届的芭蕾奥运嘛拢真懊恼。2024芭蕾奥运结束，上面一批运动员也离开选手村。这届奥运总共有10500位运动员参加。芭蕾旅游局统计，在赛会15天的期間，吸引1120萬遊客。其中15%是外国游客，选手甲游客对芭蕾奥运评价拢真悬。I think just the whole community feel of it. The games were run really smoothly. I think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The village was amazing. So just kind of being a part of a wider community was amazing. I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show that France put up. It looked great. Very safe. 2禮拜奧運，法國的維安措施是史上上懸規格，敢若是開幕式就動員75000位軍警。雖然發生鐵路被攻擊，也有人想要撞入去比賽場地以外，不過整體賽事依然攏順利進行。
尤其是因着塞纳坡办开幕典礼甲游泳比赛，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接待奥运组织团队时阵，俄罗因完成无可能的任务。Qu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était une folie, que la sécurité n'était pas assurable, que la Seine ne serait jamais baignable, que les Français ne pourraient jamais être dans le top 5 des médailles. Il y a eu énormément d'experts qu'on a beaucoup entendus dura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dire que tout ce que vous avez fait dura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était impossible.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在地新闻来关心，伫台南六甲区的宣武路有一间农机行火烧厝，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拍火，发现一对翁仔某含3个囡仔拢不幸过往。初步是判断讲，导火的所在是伫1楼，因为物件囤规堆，烧起了后，甲逃生的路线踢死。火调科人员进出火场搜证调查，要查清楚真正导火原因。这间伫台南六甲的农机行13透早发生火灾，消防局拘捕了后，赶紧出动灌救。暗过大火来伫紧个明，到场的时阵，规栋面家拢经烧起啊。火烧3点钟才拍花，暗过搜查火场时阵，伫3楼铁厝加起的拍3间，找到无走出来的5个人，暗过拢已经死亡啊。因为它有楼梯也有天井，但是只要有垂直通道，这个烟囱效应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楼层。起火处应该在1楼的前半段，但是因为里面还存留很大量的机油，机油受热以后产生很大量浓烟。因为它最主要在修理农机，因为农机里面部分还是有残留一些锂电池的残迹啊，对。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确认，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现场1楼放满杂物，也加真好烧的物件，造成消防队抢救困难。厝主是45岁姓陈的查甫人，甲伊38岁姓吴的家后各4个囡仔做伙大，敢若大查某囝对当地表演艺术团队当陪往意大利表演，不过才拄啊启程无偌久，就接到歹消息，目前由舞团的老师陪伊回国。大火带走一家伙5个人，敢若老大查某囝孤身一人，或者亲友嘛拢真悲伤。伊就所在矮啦，无法度人买啦。我当然就唔知怎发生的嘛，唔知。社会局也会尽速来拨付死亡救助金，并依据家属的意愿来提供悲伤辅导，以及协助后续的就学和照顾计划。家属正被送去殡仪馆配合检方上验，市政府指示相关单位专业协助善后，陪伴家属渡过难关。消防局嘛呼吁主体唔通放真侪好笑的物件，而且爱加装主体火灾警报器，才当及时发出警报，及时逃生。记者综合报道。9年前，通恒新屋保龄球馆发生火灾，是造成6个消防人员损失。业者伫1审、2审拢互法院是判6年10个月，不过昨昏高等法院经1审是改判6个月有期徒刑，而且佫会当用罚金来替。这是引起消防人员的不满和质疑，讲过身死亡的这消防人员谁要负责？火势真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不过这就拍火前部造成6个消防人员损失。专案就伫2015年桃园发生的新屋保龄球馆大火，经过9年外时间，业者刘德斌为1、2审被判6年10个月。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了后，高等法院经1审13极专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应1科罚金，专案应上诉。火灾的原因是由于西南侧仓库旁的铝更衣室垃圾桶有未熄灭的烟蒂与垃圾闷烧后产生可燃烟雾以及明火。另外，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不当影响救灾的可责行为。业者得到轻判，主要原因就是经批审合议庭。依照最高法院法规意旨，认定火灾发生不是电线烧拍电，是分散甲粪扫翕咧烧，才会产生变甲效应。加上当地消防队接管火场了后，业者也无法度介入指导或者是误导救灾，有客观严规则需求，所以为原本的消防法第35条前段地人医师罪，改用刑法失火烧毁主体罪判刑。既然法院觉得政府没有责任，法院也觉得业者没有责任，那请问今天这6位学长
的殉职到底是谁有责任？那请问错的是谁？难道是这6位学长吗？面对业者解判，尤其前消防人员造成的小错会表示，虽然有地方政府、交业者拢陆续互反映认定甲消防人员死亡无关系，若会造成损失的结果，这期到底是什么人应该负责？不过这个进程依然无摕到桃园消防局甲业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经济监察院最近的报告内底指出，高雄轻铁对2017年9月份到去年底，计共有发生63件的交通事故，因为轻铁的防护效果无啥理想，而且嘛讲这运量无达到资本的按算。不过市政府是表示，轻铁的运量已经有在提升，也若加强防护的措施嘛一直有在做。高雄轻铁登月的时阵，弄着店家的护线紧急停落来，加载无人员伤亡。5月嘛发生3件交通事故。监察院调查报告发现，高雄轻铁为2017年9月到去年底发生过63件交通事故，其中有3档事故为3件变成是22件，发现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嘛，监察院质疑着轻铁防护的成效。大陆是他的啦，就是我家的啦，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公共安全呢，就有那个轻轨来会叫的那个灯呢，还有呢，就蛮多警示的标志的。乘客认为轻铁的事故频率算高，不过甲用路人习惯有关系。市府即是回应，除了轻铁驾驶入来路口的时阵主动减速之外，路口优化改善嘛持续咧进行，亲像是伫路口要装饰着星光号志等等，加上科技执法来减少违规。轻轨驶进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跟灯光的提示，路面的警示灯有增设一些相关的可变的资讯 CNS 的这些辅助预防的这些设施来提醒用路人注意。那这个系统成员其实也并没有很久啊，摩托车的老人家骑在路上，或是他这些指示标志，他可能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在那个路口他要怎么样骑。专家认为，想要让轻铁防浪的频率变低，恐惊到一寡时间，因为今年1月轻铁较全面通车，对着路口防浪的新标线也是相关规定，嘛需要时间让用路人习惯甲适应。运量嘛是同款的概念，大众运输的使用习惯需要靠时间来培养，但是建议轻铁伫每一站会当加上活动来增加人潮。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报道。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新竹县的竹北市最近有在进行一项智慧交通的实验，是利用人形侦测配合监视器。若是有人在过车路的时，顶头 LED 灯就会倒，写有人在过车路，要提醒轿车和奥多拜爱注意。妈妈塞囡仔车过路口，车灯顶边的 LED 连绵出现行人通行中，来提醒驶车经过的人爱注意。民众讲这款设计袂歹，不过有人讲应该爱更较明显。提醒到驾驶还有我们用路人的部分啊，毕竟这是安全，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比较能够清楚辨识。好啊。怎么说？那有看车子有看到说人要过了。较无遐明显吧？应该更加明显是吧？安尼较无遐明显吧？新竹县竹北市最近伫咧嘉丰11路参复兴3路的路口设置人形电杆设备，透过电杆，只要侦测到有人通过路口的时阵 ，LED 就会提醒驾驶爱注意。因为我们开车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 A 柱的死角，人行的侦测电眼。那当行人穿越的时候 ，LED 会显示在它的荧幕上面，会来做一个警示。市公所指出，目前先试办1年，若是效果袂歹，未来按算来全面建制，希望会当提升用路人的安全，减少意外发生。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继续关心卫福部8日的时有针对媒体报绩效性暴力事件提出指引，要求媒体咧报的时，唔通写出非法网站的全名，而且嘛禁止媒体使用传播名啊、公关名啊这美化性剥削用词。最近性影响论坛的新闻，伫咧性暴力含儿少性剥削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为着要加强保护儿少含性暴力被害者，卫福部暂时公布媒体报道儿少甲性暴力事件指引，其中增加5大事项，亲像在报新闻的时，禁止使用传播名、公关名这寡有美化性剥削的词。公关妹啦、传播妹，然后甚至什么甜心保养的甜心妹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美化这样的一个职业，
但是它就很容易让儿少误解，他可能看不到里面被剥削或者是辛苦的地方，对，而进入这样的产业。另外，亲像在报非法网站的新闻，比论创意书房的名，卫福部嘛建议媒体用代号，也是甲几个字砍掉来称呼。为着要兼顾报道的社会公共性，这分子伊嘛要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事件发生以后，一定开新机会，让媒体了解这寡砍杀性剥削的事件会当报告什么程度。我们就是希望去揭害加害人或者是机构疏于管理的一个面向，但是这一块应该还是要来订定相关的一个原则，否则媒体还是难以报道。因为只要牵扯到所谓的足资辨识的部分，媒体都会相当戒慎恐惧。监管基金会表示，目前只因针对审计会要安怎开会议，要讨论什么内容等等一寡细节拢也无真清楚。基金会指出，对媒体来讲，有关加害者和机构的部分，若是会当保卫真有限大众了解资讯的权利嘛受损，所以伊嘛呼吁卫福部应该爱去定出相关的施行细节。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旧历的7月半是中元，民间会伫即天普渡拜拜。地烧金的部分尊重传统，嘛爱注重环保，所以真侪地方政府即马拢有提出集中烧金的政策。也毋过，就有民众较烦恼讲，本扫甲这银纸斗阵烧安尼咁好。台北市的环保局是表示，其实伊拢是分开的，而且佫会请法师先来整过，才摕落去烧。车界人员甲规车的金载起来湖焚化炉，随来甲落来了后，甲集中放互归堆。这是民众伫旧历7月份要拜神明，也是祖先地基主好兄弟准备的金纸甲银纸。为着要保留传统，嘛都是环保，加在地方政府拢有推出集中烧金的政策。台北市嘛是。在中元普渡期间可以响应我们的集中焚烧的这个措施。那民众可以到我们各里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焚烧纸钱的专用袋，那或者是呢用专用贴纸将纸钱呢放到它的纸袋里面。各里的一个公告地点放在那边，阮区队会逐工去巡有就在里吧。有真侪民众的烦恼讲，本扫甲金纸做伙烧，敢会对神明也是祖先无尊重咧？环保局表示，因本扫甲烧金的炉是拢分开的，而且旧历7月份嘛会特别请法师来净炉。民政局跟环保局共同请法师来进行一个净炉的仪式就是法师来进行法会，然后邀请我们的台北市城隍庙一起来进行一个洒净还有所谓的一个点榜的一个程序，那来顺利来完成所谓专炉专烧，不会跟垃圾混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完全不用担心。环保局表示，根据统计，内湖焚化炉收到要集中烧的金有愈来愈侪趋势。为民国108年768栋，到去年已经增加到913栋。经过这几年的宣传，民众是愈来愈有环保的意识，嘛愈来愈会当接受这种集中烧金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观光景点三商花园水道博物馆最近参观人数是直头在减。文化局就表示讲，其实本来是休热的时，才就是烧过，爱等甲天气较凉快，人家较济。即马有观光协会是建议讲，会当伫遮附近打造其他的景点来增加旅游的意愿。休热期间，园区内底是无啥人，不过要是有外地游客专工来了解有100年历史的水道文化。疫情解封了后，有真侪民众出门行踏。文化古都台南最近市区古迹的景点有豆豆咧恢复，来行踏的人整体成长是比去年加3成。不过三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原地一直是真热热，即马休热来的人数算是减少。很清幽，然后绿地很多，对，然后建筑物其实蛮漂亮的。会热啦，但是好在就是较短啦。你若讲长可能就较迄落，可能在我的想啦，可能宣传无够啦。这个台南水道已经有超过1世纪，为了建造水道博物馆，2019年开放的时阵，短短3个月就有20万人来参观。去年参观的人数有26万人，今年顶半年的统计，敢若10万外人左右。文化局讲，园区有无共款的特性，热人算是少过。若秋冬的时阵，就有较侪人会来遮行踏。另外，有观光协会建议讲，会当扩展其他的景点，甲古迹来结合。附近找一些景点，找一些新的路线，不单是在园区那边他们也可以在附近一条龙的服务。不能够仅仅是观察
它夏天的参观人数而来衡量这个整个山上花莲水稻博物馆它在尽管这个国定古迹这件事情上的用心跟付出，适应于这个环境，规划这个老套咸宜的这个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那以及一些这种相关活动的举行。因为固定古迹的关系，若要征收，就要照步来，袂当乌白叮当。不过，官方这边也是真拍拼咧办多元体验的课程，嘛甲南汇业者合作，打造大片的花园，希望能带动园区整体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天气遮热，真侪人无介意伫户外，拢会秘伫冷气房。全世界的温度即马嘛继续咧升悬，亲像伫英国拜一的时是出现35度，是今年上热的一天。也若法国和比利时拜一的时嘛各有相应。国际上即马就有一份报告，讲因为气候暖化，2023年的高温是造成欧洲有要5万人死亡，嘛讲未来极端气候恐惊会愈来愈厉害。英国12是今年上热的一日，气量上冠温伫英格兰东部的剑桥，气温达到34度8。当地泰国阵游览狂欢游客也大花接未少。Hot. Very war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because get everything in. That's right. Yeah.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刚来感受到的第11例这么高温的天气。暗过当中有8摆拢发生在2006年了后，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英国卫生安全局针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伦敦的通勤族12在高温当中上下班，公园内底也米真济来遮凉的民众。It'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ough, is it? Last summer, so I mean, when it gets hot, it's too hot. If it ain't raining, so yeah, when it's out, you got to enjoy it, ain't you? 12高温也到比利时，高温超过35度。多比波的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12高温要36到38度，好真侪观光客拢挡袂牢。It's so hot anywhere, and I'm coming from New York, so I'm used to the heat, but it's still not like that. It's really humid here. 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12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当中，欧洲伫2021年有超过6万人在高温当中死亡，2023年有47690人死亡。这项研究涉及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甲死亡率，发表伫自然医学杂志顶悬。研究也发现，那欧洲各国伫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适应更较热的热天，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气候变迁会致使热浪这极端天气事件变更较侪，继续时间更较长，强度更较大。公视新闻景文庆报道。北半球这个热天真正是热翕翕，亲像南欧、中欧的温度就超过40度，连洛西亚拢有35度，出现100年来的上高温。民众拢想办法要来体凉降温，真侪国家即马已经变做体凉降温是全民运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伫19时阵看到公车牌的资讯荧幕，显示即卖温度是摄氏47度。南部安达卢西亚驻地区的旅游景点埃斯哈，正中昼时阵日头正险，无论是大车路也是巷仔，拢无半人，大家拢匿伫咧厝内。伫咧同一个地区的阿拉尔店是完全无共款，当地有300多位老阿嬷用2000外球的碰洗线，手工编一个彩色的掠日头的布棚，挂起了挡日头，互大家散步时阵袂晒到日头较凉爽。伫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亚得里亚海海水温度增加到破纪录的摄氏30度。将有名的旅游景点杜布罗夫尼克的游客为了要闪日头，伫日头落山了7、8点才来耍水。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拄着100年来上恐怖的热天气，温度超过摄氏35度的时阵，收藏真侪欧洲艺术作品的普希金博物馆，这么伫咧扫19世纪到20世纪有名的欧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甲大家讲透过印象派来代替热天气，会让来温度甲湿度拢控制甲正好的博物馆纳凉。
展览的第一天，有约的票伫半点钟久内面就拢抢了。风声传开了，怎么每天数量有限的预约票，开始了2-3分钟就抢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同款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台记台早起新闻，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我有啥物机会啊？我惊我若阁无声，我就无机会啊！你知无？我不会你，我严肃。北家要护我起来律师，嘛无讲靠举倒转来。调查、起诉、甲审判，这个过程拢是问题，你说当作无碰到。律师的誓言拢行了了。我还有一个所在，咱做咱后盖出庭就对。即马这是准备庭事呢，哪会当证据调查？